继续看郭台铭选总统，今仔日是连署的最后一天。不过郭台铭伫个800基图的连署站防检举，讲只要连署就送一罐27块的米酒。台北地检署昨约谈到连署站的副站长甲工作人员，3个人拢互交保候传。虽然一罐27块的米酒无达到30块贿选的标准，也毋过只要摕2罐就违法咯。检方即摆要查看是毋是有搭配着其他现金，或者是精品。地博啊，郭翠安亦是郭台铭官方连署站中正站涉案副站长，叫检方约谈。北新站县市副站长态度是不咧惊，要调查郭台铭连署站连署的过程敢有违法，2人以2万含3万交保，银行检金，但是连署着送米酒，甚至有人会当加提几纳块。把米酒送来之后，然后在民众联署的状况下，可以送1瓶米酒。透过人力派遣公司派遣，那到各个站点进行联署的工作，都有受过那个基本上教育训练。讲家己冤枉哦，副站长讲到米酒是特定人士送到官方联署站，认为家己是听主管的话，但是有民众愿意来联署，得发米酒，而且联署钱嘛袂当经礼物。事实上，连署的礼物是800块，一罐27块的米酒，可是比候选人文宣礼物的价值30块以下的标准低。不过，其实犯法的标准唔那是金价，罚的数量或者是一天罚几道，拢可能涉嫌贿选。不论这个赠品是单次的给还是分次的给，也不论这个赠品的种类是否一样，只要给的赠品的数量或者是金额被认定联署的行为是有一个对价关系的，就有可能会有违反选罢法的疑虑。郭台铭总统连署全台湾销售表挥法的代志，针对米酒送一部分，800基头4间地检署昨主动发动搜索，居然地检署嘛抓到姓社含姓出来工作人员，敢若私底下买身份证、个人资料当作连署资料。即卖16份违反刑法的规则书文书含个人资料法等等，叫检方查扣。那金门连署站的林先生涉嫌用钱收买连署书，嫌疑重大，嘛互压起来。总统大选连署的期限倒打算七，检警收集证据，彻底调查非法贿选。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